国际新闻哦，咱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是要求罗西亚爱伫10天内停火，无得要提出严格关税制裁等办法。也毋过哦，罗西亚毋若无要收煞，昨个讲前16个月已经甲乌东甲西夫亚尔退转来咯。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伫拜三暗时开始，又搁受到透明的空袭，嘛造成10来人死亡，有上百个人受伤。 空袭了，厝体严重受损，救援人员伫规堆的砖叶皮内底走找要救人。民众受到空袭的时阵，拢讲唔知影家己是安怎活落来。 Я не знаю, як. Я просто спала. Просто і прокинулась вже на обломках внизу. 罗西亚按拜三暗开始，用超过300架的无人机甲8粒飞弹攻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住地区，造成严重的死伤。 包括幼囡啊，即届是罗西亚入侵以来基辅伫个高一处的攻击内底，囡仔受伤上多的一届。川普批评讲，安尼有够恶质。I think it's disgusting what they're doing. I think it's disgusting. This is Biden's war. It's not my war. But I said if I get in, I'll try and get the thing stopped. 就川普公布最后的通牒，要求罗西亚10天内停战，而且会实施严格的关税制裁等相关措施之下，罗西亚若无停战，拜时阁宣称讲，经过16个月的战斗，已经解放伫巴恩的西边的要地卡西夫阿尼。美国伫联合国安理会表示讲，罗欧一定要透过谈判来达成停战甲永久的和平。It is time to make a deal.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clear this must be done by August 8th. The United States is prepared to implement additional measures to secure peace. 另外，乌克兰国会拜四嘛以331票赞成，0票反对，无异议通过总统泽连斯基所提出的反贪腐法修正案。泽连斯基即时签署法案，这是自罗俄战争以来头一届伫国内几内所在引起群众示威了。国会针对这个法案做修订，恢复反贪机构的独立性。公视新闻田维林编译。